當你嘅世界突然崩塌，周圍都係無盡嘅黑暗同絕望，心裏面係咪只剩低恐懼？好多時，我哋會聽到人叫你放棄，叫你逃避，甚至叫你一個人面對所有風雨。但呢個真係唯一出路？真正嘅安寧又喺邊度？係呢個時候，我哋嘅心會去邊度尋求真正嘅安慰同力量呢？聖經詩篇第11章1節，明確咁話俾我哋知，我是投靠耶和華的，不要對我說離開吧，飛去你的山。呢句說話提醒我哋嘅終極避難所永遠係神，因為他就係我哋最穩固嘅避難所，我哋嘅永恆力量。當一切都動搖嘅時候，唯有他嘅愛永遠唔會改變。所以，就算外間再多誘惑同挑戰，我哋都可以選擇堅定不移，將所有盼望同信靠放喺他身上。記住，喺神裏面，你從來都唔係孤單一個㗎。